讲到这劳动力发展署前北分署长谢基荣涉嫌职场霸凌，最后是无起诉处分。不过检方虽然查出讲这谢基荣伫两个采购案内面有泄露机密、独立特定厂商等行为，结予起诉。那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甲伊判刑关4年半。我对不起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今年4月，劳动力发展署前北分署长谢基荣以100万交保了后得到自由，伊予人控告霸凌部属，指使对方自杀，得到无起诉处分。不过检方查出案外案，谢基荣担任分署长期间涉犯贪污等罪，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来。法官认为谢基荣伫新庄本部整修工程采购案，也甲主事甲设计采购案，涉犯公务员对主管事务独立甲涉密等罪，也因为侵占公部门采购的高价礼盒仔，涉犯侵占公有财物罪，判4年半，替代公款3年。违法泄密，图利特定厂商，除造成参与投标的厂商不公平对待，破坏商业交易秩序，亦损及国家机关全体公务员的形象。谢基荣开庭的时阵当场认罪，毋望争取完刑。法官认为，伊因为个人介意特定公司的设计，为了让对方顺利成走采购案，那违背法令要求部属伫采购案还未完成前，甲厂商联络协调，那亲像为对方量身定做的采购案。嘛查出谢基荣明白表示，介意两件采购案由这间公司承做，地属部属因为伊的压迫，都爱配合这个情况，并无宣告完刑。专栏还会当上诉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18下晡，真侪解卡谢基荣伊的手机拢转入语音信箱，无度得到对方的回应。谢基荣委任律师吴俊达是讲，等受到判决书，才当甲委托人讨论是毋是上诉等相关事项。记者采访报道。